你下按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得入么？电费单、天火单、天火单、过户、过户、过户、移动申请单、变件新抢单、变件新抢单。下一期。下一期，下一期，厕所 ，pencil，pencil， 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。你好，我要改天火蛋改名。俩爱申请高户证是得改哦。请问有啥变更申请单么？有身份证、人、天火蛋未强下本。好，很好咧。下你去改天火蛋只是你改名咧。歹势，是得感应食片数目，唔知什么界为电动球目。台fin有性别优先偏数，谁来什么都是得用，地位无人只用得。老人安尼对谁来什么都当理偏。错啊！性别尊重那做得好，性别平等只看得到。